处处困难就走，路难前用尽心，不言难来到，就将团英雄团圆了。信仰先生一了几世个，因何轮回出重者，难来者打掉稳定的脚步，飘扬光明路，只是不归，因花是将息。人心难免生老病死，万不了时。每段里修行了金山金上水，金山金上水。当然嘞，学校伫这信歌内底点，会使讲学校非常在册必修，对着内底点也非常清楚。那今天咱先副导来注意一下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大众起立。感谢讲师慈悲，请到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然后叫我的点咩课个，今仔日做准备点心，那就分啊，但闭班了，应该修了安静的，可以就可以了啊。那今仔刚到家的时候就课程是配合，那这边来闭班。新义神元乡义和圣堂合成单位齐会帮方圆成，感谢三天慈悲，前道一鞠躬。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
持架向着耆老者斜30公里，前倒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人鞠躬，持架点头是鞠躬，坤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人鞠躬，持架点头是鞠躬。前后。